隊會唔會真係留力去到呢個決賽嘅時候先至係鬥過呢？咁呢樣嘢呢，我哋係唔知。咁啊，但係而家呢，我哋知道中國南海九哥呢確實係頂頭大熱。好啦，咁嚟到第二組嘅賽事有澳門隊嘅參與啦。咁啊，隔離線呢，有印尼國家隊，咁啊仲有銀河之星啦、嘉義體育會等等嘅一啲強隊啦。白色衫底咧，中間有紅色嘅一間嘅係啊，咁啊見到銀河之星咧又係黃色衫嘅，咁啊見到1號嘅澳門大學啦，咁啊見到澳門大學由上個星期賽喎，今日喎，係啊，佢哋啲持久力真係好犀利，係啊，咁啊我覺得咧，澳門大學啊係充分表現咗年輕人該有嘅魄力啊，係啦，咁啊上晝咧賽咗2場，賽咗3場以上嘅賽事啊，晏晝都有繼續啊，咁啊其實咧。毅力嗰方面就好緊要啊，因為爬龍舟咧，即係我自己覺得啊，後2發揮咧可以講咧就係講做爆發力，咁啊後邊嗰3發揮我覺得真係自力啊。我見到2號航道係銀河之星，咁呢邊咧就係澳門代表隊啦。本來銀河之星啊、永利澳門啊，咁呢啲咧都係比較係嘉義體育會呢啲係比較強嘅隊伍，但係因為咧而家有印尼國家隊喺度啊，咁啊同埋咧就係澳門大學咧，咁佢都係稍為輸蝕咗少少噶啦。咁啊航道咧，澳門大學排喺1號航道，銀河之星2號航道，3號印度尼西亞國家隊，4號澳門代表隊，5號嘉義體育會，6號咧就永利澳門噶。咁啊6支龍咧已經係去到呢個起步點嗰度咧排好晒位噶啦。今日嘅賽事咧有9場嘅賽事下晝。咁啊，其中2場咧都係一個咧係女子嘅500米決賽咧，一個係公開組嘅決賽。咁啊，即係話咧今日嘅賽事咧就唔係話太多。今朝早咧有16場嘅賽事嚇。係啊，咁啊今朝早亦都有大學生邀請賽嘅比賽啦。咁啊結果澳門大學咧就係攞到呢個冠軍㗎。咁啊力壓幾支嘅外隊，包括咧就係香港科技大學。咁啊當然嚟到晏晝咧。咁啊好多嘅觀眾朋友都吃過午飯啦，咁啊嚟到咧就係現場，咁啊感受一下咧就係端午節嘅氣氛。咁啊其實而家端午節咧就喺澳門啊或者香港嚟講咧，咁同過往咧就有少少分別啊，以我個人嚟講。好啦，咁啊睇埋呢場比賽先至再傾啦。咁啊呢場比賽亦都係晏晝第2場嘅賽事，屬於咧就係公開組嘅準決賽啊。咁呢場嘅賽事熒光幕右至左啦，包括咧就係澳門大學啦、銀河之星、印尼國家隊、澳門代表隊、嘉義體育會以及永利澳門嘅。咁一開始咧見到咧就係澳門代表隊同埋印尼咧雙已經帶出㗎啦。不過印尼嘅實力咧始終都係好似乎強啲喎。係啦，咁啊變咗佢哋咧就係佔先咗少少嘅呢個3號。咁睇下4號有冇辦法追翻啦。咁啊銀河之星係落後咗㗎啦，咁啊永利澳門咧暫時都仲跟得住3號印度尼西亞呢個國家隊即係印尼隊咧，其實就係簡稱。咁啊1號咧遠遠墮後喎，澳門大學喺呢度見到佢。咁啊係睇3、4啦，咁啊2號都加入戰陣㗎啦，銀河之星。開始咧就係進入200米嘅呢個賽程，最後200米。咁啊印尼咧依然都係領先緊啦，澳門代表隊就排喺呢個第2位嘅。咁啊第3位咧就係銀河之星同埋咧5號航道嘅嘉義體育會去爭啦。咁啊究竟邊個攞到第3咧？咁呢一組咧就係呢個賽例咧就係每組第1名加3名時間最快嘅落敗隊伍，即係6隊咧進入去呢個總決賽。咁雖然如果你話係輸咗攞唔到呢個小組第1，不過咧可以有機會爭取一個快嘅時間啦。咁啊用頭先以上所講嘅呢個名額咧係躋身呢個決賽。不過而家澳門隊咧仍然個第2位未穩陣㗎。咁啊隔離線嘅呢個銀河之星咧係咁樣咧係湧上嚟啊。咁啊似乎咧就係爭少少，咁啊先至可以過到澳門隊。咁結果銀河之星得第3，澳門隊第2，印尼第1。咁啊第4位嘅咧就係5號航道嘅嘉義體育會，6號航道嘅永利澳門第5。咁啊最後嘅咧就係澳門大學。
冇辦法啦，咁喺呢一組面對住咁強大嘅呢個對手啦，咁你拼之下咧，只係得個亞軍啊，澳門隊，咁都叫做係 OK 㗎啦，發揮到一個好好嘅水平㗎啦，咁能夠咧係黐得到呢個印尼國家隊。咁大家都知啊，印尼國家隊喺亞洲嚟講啦，係數一數二嘅強隊嚟嘅。咁甚至乎中國南海九江咧，亦都要忌佢3分。咁澳門隊能夠喺咁強勁嘅呢個對手身上咧，吸收一個經驗啦。咁向日後嘅呢個練習啊，或者比賽咧，獲得一啲好好嘅一個技術或者一個經驗。至於呢個銀河之星咧，喺咁多嘅強隊之下，最終獲得一個第3啊，僅比澳門代表隊咧慢咗少少嘅啫。咁去到下一組嘅賽事咧，又係有啲大熱門喺度嘅呢個。咁下一組咧有香港代表隊同埋澳博金禧。澳博金禧亦都係一支好強嘅隊伍啦，本地嘅隊伍啦。咁葡萄牙龍舟隊頭先睇過佢啦，咁就係嗰個水準咧係麻麻嘅啫，就唔係話好強嘅。好啦，咁睇翻個時間啦，1分55秒啊，印尼國家隊，哇，澳門隊都好快，1分57秒。銀河之星啦，1分58秒，全部都係提先晒㗎啦，時間加二咧就係2分正嘅。咁永利澳門咧就係2分03啦，澳門大學2分08排喺呢個第6位。